一路带吼，来示范一下吼，就是咱而家泰国群吼，非常这个人保罗的一套推演法吼，仙人拉怪吼，仙人拉怪，来，我下个歌里哦，来，没问题哈，那段时我在你讲歹势啦吼，一个人听很多吼，咁好啦吼，我讲吼，这老师有这个警棍啦，有这个特权啦吼，来，江家高里吼，来，这还是仙人拉怪啊，仙人拉怪是稍微比较更高级一点的齐眉棍法。好，这个家谱，在那个看卖了哦。那里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讲咱这个台人现在这个推演法通常大头推为主所以这个推法内面也是真正是大头那么双头为主这是咱大台南地区的一个特色谢谢仙人拉怪仙人拉怪，感谢好，再来是咱这个六甲二甲川